市府积极打造友善投资环境。25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举办出产商机座谈，会中邀请全国人寿保险公会以及各大企业团体代表，共同来探讨如何协力建设台南，创造三赢局面，场面相当盛大。好值得合影留念哦。会中财政部甲主办的双周刊社长拢相当肯定台南透过民间投资的质价量，主要是全国的模范生，毛外地民众明显感受台南的改变。在近5年，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台南市光是引进民间参与的案件就有30几件哦，那投资金额也有628亿哦，那光是去年呢就有151亿的签约。那最近呢，2个代表性的案件呢，尤其是今年哦，我们的城西焚化炉的这个签约，那它的金额也有高达73亿哦。那凡此种种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哈，台南市是真的是在畜产这部分呢，在量的部分呢，是的确是名列前茅的哈。但是呢，在值的部分呢，台南市啊，更是可以说是拿到第1名了。在台南呢，有非常多的开发的案子都摆在大家的眼前。我想这一次大家有这个机会呢，来见识台南的进步。我相信我大概前几个礼拜，柯 P 说南部很苦，我说你应该都来看看南部现在这几年这个大南方崛起的源头，从台南开始。台南主要是文化古都，嘛是科技新城，所有重要建设产业甲人才拢到位，要一步一步大发展。当然所欠的就是民间资金的投入。其中国内资产总和超过33.5条，金融界上影响力的人寿公会，如何将资金引进公共建设，嘛成为重要议题。对此，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参与，表示台南去年招商投资的超过100亿，今年顶半年超过75亿，已经是全国地方政府招商的第1名。去年的时候，我们全年招商超过100亿台币。那今年的第1季更是厉害，在前三个月中间已经有75亿的投资额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们努力营造台南作为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的一个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我们不仅是在沙仑这个蓬勃发展，还有一些这个机会在南科的3期，以及接下来的 A 到 O 区，以及现在已经完成可以启用的 FG 区，这些都是许多生活机能以及都市服务的部分的很好的机会。会中市府各局处嘛将台南高铁三专区地上权招商、中西区新转交通中心以及南区水高社眷村土地开发等5大投资焦点予以展现，希望吸引民间投资。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